大家好，我係 Cyrus，歡迎你同我一齊學廣東話。今日我會講一個故事，喺一個森林入面。森林入面有好多樹，樹係綠色嘅。有一日，有一隻狐狸，呢一隻係狐狸。狐狸喺森林入面行緊散步，突然有一隻老虎喺狐狸嘅面前出現，話我要食咗你。狐狸就好驚啦！隻老虎要食我啊！點算啊？好驚！即刻佢就諗，佢諗到啦！佢同老虎講：老虎，你唔可以食我，因為我係天帝，天上面有個皇帝，喺天上邊有個皇帝派我嚟到呢個森林去照顧，去睇實啲動物㗎。你老虎唔可以食我。老虎聽到之後唔相信狐狸講嘅嘢，老虎就話：你證明俾我睇，你係天帝派落嚟嘅。狐狸就話：好，你跟住我入去森林度行一圈就知㗎啦。於是老虎就跟住狐狸喺森林入面行一圈。森林入面有好多動物，譬如有豬，有雀仔，有兔仔，有大笨象。森林入面有好多動物，狐狸帶住老虎喺度行，每一隻動物見到狐狸同老虎都好驚，全部都好驚，全部都對狐狸好有禮貌，好尊敬。老虎望到全部動物都好尊敬狐狸，就
相信狐狸係天帝派落嚟嘅，所以最後老虎冇食狐狸。但係動物其實係驚老虎啊，唔係驚狐狸。但係得狐狸知道，而老虎唔知道。呢個故事叫做狐假虎威，即係有啲人冇乜權力，冇乜力量，但係就借其他人嘅力量去扮自己好犀利，好有力量。呢個就叫做狐假虎威。希望你哋鍾意呢一個故事，我哋下次再見。